约翰三世做长老诶，写批互亲爱诶加油，就是我诚心所听，亲爱诶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勇健，拄拄亲像你诶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兄弟来证明你心内存诶真理，拄拄亲像你照真理来行，我就真喜乐。我听见我诶儿女照真理来行，我诶喜乐无比这个搁较大。亲爱诶兄弟啊，凡若恁向出外人客诶兄弟所行诶，拢是忠心诶。因伫教会面前证明恁会听，恁若配得过上帝，帮赞因前行，这就是好。因为因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伫外邦人一无所处，所以咱应该接待这款的人，叫咱甲因三甲为真理做工。我捌略略会写批互教会，总是遐个教会中爱做头的周德辉无接待阮，所以我若去，的确要提说所行的事，就是因用歹话南山论阮，犹无掠这个做教业，伊家己毋接待兄弟，有人愿意接待，伊也禁止，并且将接待兄弟的人赶出教会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毋通效法歹，只要效法好。行好诶是属上帝，行歹诶袂捌看过上帝。低米丢行好，有正人甲伊做见证，阁有真理甲伊做见证，就是阮也甲伊做见证。你也知影，阮诶见证是真诶。阮原有真侪事要写互恁，却毋愿意用笔墨写互恁。独望快快会见恁，阮就当面谈论，愿恁平安，正为朋友拢问恁平安。请你替我照姓名问正为朋友平安。